各位朋友、各位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何家媽媽。網上面一直流傳一句講法，豬油同一樣嘢一齊食，就等於食咗3碗砒霜。仲話豬油就係心臟病嘅罪魁禍首，千祈唔可以隨便食。好多長輩睇到呢啲短片之後，驚到屋企熬好嘅豬油都直接掉晒，以為豬油係毒油，一滴都唔敢再掂。但係都有另一批老人家講，以前幾十年日日都係用豬油煮餸，身體一樣好健康，根本冇事。到底豬油係養生寶貝定係傷血管嘅元兇呢？又係邊一種食材同豬油搭配會出大事？今日透過一個真實嘅街坊故事，同大家拆穿呢個流傳好耐嘅飲食誤解，講清楚點樣先可以安全食豬油，唔好再俾網上誇大標題嚇親啊！住喺公屋嘅張伯今年67歲，由細到大屋企煮餸一直都習慣用豬油。張伯最鍾意就係豬油撈白飯啦，每日早餐一定要整一碗，有時夜晚炒麵、炒粉、炒青菜亦都落一大殼嘅豬油，覺得先至夠香、夠好食。佢睇到網上影片話，豬油配白飯等於食毒藥，會好心臟病，佢就好唔理解啦。我食咗幾十年嘅豬油撈飯，點解一直都冇大問題呢？直到上一年身體檢查報告一出嚟，醫生同佢講，血脂嚴重咁超曬標，血管已經開始出現輕微嘅斑塊，如果再繼續咁樣食，好大機會誘發冠心病、心梗。張伯即刻同醫生辯解，好多長輩都食豬油，點解偏偏就我出事呢？醫生就解釋，問題唔係單單豬油呢一樣嘢，而係佢幾十年嘅壞習慣。豬油加上大量嘅精緻白米飯、白麵條，日日高油高碳水一齊食，唔係兩樣嘢一齊煮就會產生劇毒，而係長時間咁樣搭配，油脂同埋澱粉不斷咁積喺血管入邊，日積月累，慢慢損傷晒心血管。網上標題講等於3碗砒霜，就係誇張咗，但係長期錯誤搭配確實會大幅度增加心臟病嘅風險。先嚟同大家拆解第一個大謠言，豬油加某一種食物等於即刻產生劇毒。科學上面並冇任何一種普通食材同豬油一齊炒、一齊煮，接觸之後會即刻產生劇毒。唔會講豬油同某一種菜一齊落鑊，食完即刻中毒。呢啲都係短視頻入邊為咗流量刻意講到嘅好恐怖嘅標題。好多網傳嘅食物相克，話豬油唔可以同呢樣，唔可以同嗰樣一齊食，絕大部分都係冇科學根據嘅。豬油本質就係動物脂肪，主要係飽和脂肪，酸同埋青菜、豆腐、瓜類、肉類一齊煮，唔會產生化學反應，唔會突然變成毒。大家唔使驚，唔好一睇標題就將屋企嘅豬油全部直接等晒。真正嘅危險係呢3種長期搭配，先至係最傷血管嘅元兇。雖然唔會即刻中毒，但係有幾種搭配，如果日日長期大量咁樣食，血管負擔會越嚟越重，慢慢提升患上心臟病嘅機會。呢個先至係我哋真正要警惕嘅。
第一個高危搭配，豬油搭配白飯、白麵、河粉、拉腸，呢啲都係精緻碳水。就好似啱先講嘅張伯，日日豬油撈飯、豬油炒麵，精緻澱粉消化非常快，血糖一下子飆升，再加上大量飽和脂肪一齊進入身體，好容易令到血脂、壞膽固醇不斷咁升高，油脂慢慢沉積喺個血管壁，形成血管斑塊。偶然食一次豬油撈飯，完全唔怕，最怕嘅係日日當成早餐、當成正餐，長期咁食。第二個高危搭配，豬油加重鹽醃製食物，比如鹹魚、臘肉、鹹菜、梅菜。豬油高脂肪加上高鹽分，雙重打擊血管、血壓，容易長期偏高，加重心臟同埋腎臟嘅負擔。好多師奶整梅菜扣肉，成碟滿滿，油又鹹，成日食對血管非常之唔好㗎。第三個高危嘅搭配，豬油加高糖甜品。糖水用豬油整啲糕點、煎甜餅，食完加糖，熱量超標，特別容易肥胖㗎。血脂又混亂，好多人誤以為就係豬油本身有毒，其實真相係長期錯誤嘅飲食搭配，加上毫無節制嘅食量，慢慢就損傷咗心臟啦。第二個大誤解，豬油就一定係心臟病嘅元兇。好多文章直接講，想要預防心臟病，就要永遠唔好食豬油。呢個講法又太過極端啦。偶然少量咁樣食豬油係提香，對健康嘅普通人其實完全係唔會傷血管嘅。以前老一輩日日食豬油，但係都好長壽。好多時因為以前勞動量大，每日做粗重嘅嘢，消耗好大嘅熱量，而且以前有好少食零食、少甜飲，身體飲食簡單。而家大部分人坐辦公室，少運動，熱量消耗慢。如果仲係大把豬油日日落鑊，就好容易超標㗎。以下呢幾類人士一定要控制，盡量少食或者唔好食豬油。第一，已經有高血脂、高膽固醇；第二，高血壓、冠心病、血管有斑塊；第三，糖尿病、肥胖人士；第四，膽囊有病、胰腺炎嘅病史，呢啲都唔好去食豬油啦。專家建議安全食豬油嘅4個原則：第一，控制份量，唔好大把落。健康人一個禮拜食2次左右，每一次只落少少，主要係提香，唔好將豬油做成屋企唯一嘅食用油。第二，盡量唔好高溫大火燒到出煙，豬油溫度太高，油脂容易氧化，產生有害物質，建議細火快炒。第三，盡量搭配大量青菜、雜米飯一齊食。如果真係想食豬油撈飯、白飯，摻少少嘅糙米，再搭配少少青菜，可以減慢脂肪吸收。第四，妥善保存豬油。熬好嘅豬油放涼之後，密封放入雪櫃，或者擺喺陰涼嘅位置，千祈唔好長期擺喺灶頭邊，受熱變質㗎。健康嘅朋友唔需要完全戒豬油，只要少量偶然食用，搭配均勻飲食，完全係唔使過度恐慌嘅。睇完即刻轉呢條片俾屋企鍾意食豬油嘅朋友或者係長輩睇，唔好再被網上嗰啲極端嘅講法嚇到啦。好啦，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